忙。现代的人呢，忙到忘了今天民国几年几月几号，尤其是忘了今天星期几，所以要听清楚这句话哦。今晡日黑拜记，今晡日黑拜记，今晡日黑拜记，今天星期几？当然喽，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，你要回答，比方说今天星期一，你就要回答说拜一，星期二拜一，星期六拜六，放假喽。我们赶快去看看这句话怎么运用，走。今晡日黑拜记。尚伟，晚上去冲狗唱歌要不要？冲狗唱歌好啊，很久没有去唱歌了呢。不过今晡日黑拜记，今天是星期几啊？今晡日黑拜记，今晡日黑拜三吗？今天是星期三。拜三，星期三啊，不行呢，刚好今天我要去学英文呢。最好是那么认真哈。好吧，那明天拜西，星期四呢？拜西星期四哈，看一下啊，怎么这么凑巧？不行呢，我要去跳舞啦。好，那就算了，不要约啦。不要这样嘛。还有啊，你看，拜五星期五可以呀，我们拜五去唱歌冲狗，好不好？那好，那你请客。是你邀请我去的呢，怎么会是我请客？应该是你请，好不好？那不要做朋友啦，在干什么啊？哎呀，不要这么难相处嘛。我请就我请，好不好？那就这样说定了。拜五星期五我们去冲狗唱歌 ，OK？ OK。好，去上班。复习时间，唱歌冲狗。今天星期几？今晡日黑拜几？今晡日黑拜几？星期三拜三。星期四拜西。行真嘢客家 V&B， 本人睇架跳下嚟講客家話。